想食包，不過又唔想炸1粒鐘，仲有買到啲太多鹽太多糖，等我試下整下。OK， 好 OK， 準備整包。你家婆落得太多，落錯咗啊！好，maybe 加多少少。如果我落得太多，加少啲。Compensate a little bit。哈哈，冇糖冇鹽嘅包，睇下好唔好食啦。第一次做，希望冇咁難食啦。唔係嘅話，真係嘥晒啦。好似做錯咗。OK， 15分鐘後翻嚟睇下點啦。係到時間試下個包啦。OK， 好淡個饅頭，壓到紅棗到時啊，有少少甜甜地。我諗下次加多啲紅棗，不過唔錯，冇鹽冇糖，都食得落。